所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美国华府空难到达已经超过24点钟啊！这搜救人员拢无找到任何一位生还者。这收容的2台飞行机总共67个人，才有可能全部拢不幸来过往。就算这飞行记录器有找到这证据，但是也是爱时间去判断。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就指出讲，目前是无都提供上过侪资讯出去，也无都定论这事故原因。我境华府雷根国际机场的波多马克河水面上，搜救队伍由原继续打捞罹难者的遗体甲飞行机的残骸。画面上大约会当看到美军的乌鹰直升机残破的机身已经浮出水面。另外，美国航空集团所属的太平洋西南航空的小型客机，因为机身当做砂轨，分散伫河底无同的所在，打捞上岸也需要更较侪时间。也毋过重要证物之一，俗称乌阿爸的飞行记录器。甲座舱通话记录器拢已经找到，等待专家判读。Our mission is to understand not just what happened, but why it happened, and to recommend changes to prevent it from happening again. Since we're just beginning our investigation, we don't have a great deal of information to share right now. 根据福斯新闻网、纽约时报甲美联社的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署 FAA 进前就有内部报告指出，雷根机场的航管燃料配置异常，可能是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接着发布 FAA 副署长新精选的场合，美国总统川普强调，航管专业人员需要只考虑专业能力，唔通各种种族性别直直评分。外电报道也指出，按照规定，雷根机场的航管人力需求是30人，英国目前只有19名通过认证的航管人员，加上定着调度加休假需求，定出现一个人当做2个人咧用的状况。另外，拄啊结束的美国花式出兵锦标赛有14名选手、教练甲家属，拢伫摔落来的房机顶。所以，欧洲时间30日，爱沙尼亚举行的欧洲锦标赛开赛进前，大会也为罹难的美国选手默哀。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